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Man 空睇嘅 YouTube Channel。時間好快啊，轉瞬間嚟到香港年卡精選2026啊，同舊年一樣，今年打頭陣啦，就包咗全年中港澳數據嘅年卡產品啦，一卡在手就能夠遊走三地嘅。一陣間啦，就介紹好多張卡，涵蓋晒香港4大電信商，再加埋 MVNO 啊，咁記得聽埋落去啦。只不過開始之前戴翻定個頭盔，今集啦純粹介紹啊現時市場上嘅選擇啦，而我本人都未用過所有年卡，未能確保實際嘅網絡質素。另外唔同店鋪定價都有唔同嘅，咁而今集啦就唔會同大家講價錢啦，靠翻你哋自己去格價啦。喺開始之前先分享一條舊片啦，相信新手朋友啦見到咁多選擇，可能感到無從入手啊。呢一集啦就同大家分享點樣選擇一張合適自己嘅年卡啦。好啦，正式入正題，一陣間我哋會介紹一共8張中港澳年卡啊。喺開始之前先同大家界定今集嘅選卡要求。咁對象啦就係間中穿梭中港澳嘅用家，因為經常來往嘅話呢個用量就可能唔夠嘅。咁第一個定義啦就提供1年嘅電信服務，第二就包咗全年嘅中港澳數據，第三啦就支援本地通話，所以純漫遊數據卡啦就俾我哋剔除咗噶啦。接住嚟啦，就會介紹呢7間公司出品嘅電話卡啊。咁心急朋友啦，就可以善用時間線功能跳去你所需要嘅部分。只不過喺進一步講解之前，希望大家幫手 like 翻條片，訂閱翻 Man 空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喺度都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空 Tech 嘅支持啦。正式入正題，第一張係 CSL 出品嘅 HK Mobile 中港澳台年卡。咁呢張卡啦已經有3大升級，解釋俾你聽點解我哋需要2026最新版。首先啦，開卡就包咗全年365日嘅電信服務啦。數據用量方面就由以往32GB 升級到最新嘅40GB。咁新封面都寫明係40GB啦。只不過數據就分做2個部分，第一部分只供香港本地使用，有25GB，而實際嘅漫遊數據就只得15GB就可以喺大陸啦、澳門同埋台灣使用嘅。另一方面呢張卡本地數據係有限速最高下載就42Mbps，而最高上載就鎖咗5.76Mbps，所以介意上載慢嘅話就可以再三考慮翻啦。但係漫遊數據就可以行到全速嘅。通話方面，正係呢張 HK Mobile 年卡嘅強項之啦。首先開卡就送咗2000分鐘香港本地通話，而且支援 VoLTE 同埋 Voice over WiFi 技術，都係市面上為數不多嘅選擇。另外都支援翻漫遊通話功能仲有一個內地澳門通話組合，幫到大家慳錢嘅。咁收費就28蚊啦，包咗全年20分鐘漫遊通話，除翻開平均每分鐘只需過4嘅啫。而嚟到2026年就有個好消息想同大家分享，就 HK Mobile 年卡全面支援 eSIM， 嚟緊就會推出 eSIM 版嘅新卡，咁遲啲都有詳細嘅專題報道，大家就拭目以待啦。另外就現有實體卡用戶都可以去翻手提電話直銷中心增值100蚊就可以轉做 eSIM 噶啦。除此之外，呢張 HK Mobile 年卡仲有其他優點，包括全年免費 CSL WiFi 熱點服務仲支援自助 MMB 攜號轉台，可以第2個台帶 number 過嚟嘅。另外仲送翻38蚊儲值就記得善用埋去啦。最尾呢張卡都適合用嚟養 number， 增值20蚊雞就能夠延長有效期1年。最尾仲有個好消息想同大家分享，根據今年1月我親自做嘅測試HK Mobile 年卡去到大陸已經升級咗中國電信 5G 網絡就打破咗以前 4G 嘅限制啦，而速度都非常之好噶。咁下載最高就錄得168 Mbps 啦，而上載就有32.3 Mbps 啦。第二張中港澳年卡就係 CSL 嘅親生仔，叫得做親生仔就代表住性價比冇剛才 HK Mobile 咁高嘅。呢張卡正式名稱就叫做 CSL 365日中港澳漫遊儲值卡啦，有效期當然係1年365日啦，就包咗6GB中港澳共享嘅數據用量，仲會送翻20蚊嘅儲值而嚟到今年最大嘅德政就係終於豁免行政費，就無需每個月收翻你
你3蚊雞啦。咁除此之外啦，都支援翻 VoLTE 啦，同埋 Voice over WiFi， 只不過佢就冇提供到香港本地通話分鐘啊，需要另外去收費嘅，就每分鐘扣你1毫子。咁本身20蚊嘅儲值額啦，就可以夠你講200分鐘嘅。除此之外，都支援翻漫遊通話服務啦，都可以申請翻個28蚊全年20分鐘嘅內地澳門通話組合啦。咁最尾啦，都送翻免費 CSL WiFi 服務，支援自助 MNP 攜號轉台，而樣 number 一年啦都係增值翻20蚊雞嘅啫。而最大優點就購買非常之方便啦，就係全港71便利店都有售噶啦。如果大家興趣進一步了解翻 CSL 嘅親生仔中港澳儲值卡啦，就可以參考翻之前呢個分享啦。下一間電信商就係 3HK， 相信熟行情嘅朋友就會估到我要講呢就係3國際萬能卡嘅橙卡，都係張非常之長青嘅中港澳台聯卡啦。嚟到2026年，好壞消息各一個啊！咁先講好消息啦，就目前已經有 eSIM 版新卡選擇啦，咁所以玩緊 iPhone 啊，尤其是 iPhone Air 啦，都可以叫做多一個 eSIM 選擇嘅。而有效期啦，照舊係去一大特色，因為長過1年啊，就包咗395日。即係1年又1個月啦，咁就提供翻中港澳台4地數據，一共15GB。但係留心翻啦，呢張卡最大嘅缺點啦，就係佢個數據用量要分做2類。第一類啦叫做不限用途，用嚟做乜都得，就只得10GB嘅啫。而另外個5GB啦，就只能夠用於指定嘅社交媒體 Apps 啊。咁所以強烈建議大家買卡之前再三思考，平時多唔多用呢啲社交媒體 Apps 啦。好，咁最尾啦就係上網速度啊，就限咗最高42 Mbps， 但係根據過往嘅測試啦，漫遊數據就可以快過42 Mbps 啊，就應該係行緊全速嘅。咁最尾啦就跟卡送翻20蚊儲值額，就唔好蝕俾 3HK 啦。網絡方面，絕對係2026版嘅更新重點之一。喺香港當然用翻 3HK 4G 網嚟提供服務啦，限速最高42 Mbps 啊。但係根據今年1月嘅測試啊，去到大陸呢，依家就轉咗中國電信 5G 網絡。但係如果接收中國聯通嘅話啦，就只能夠拎到 4G。如果大家拎到 5G 啦，就記得下面留言同大家更新翻啦。而去到澳門啦，今年呢就成功收到 CTM 4G 啦，同埋3澳門嘅4G 網絡啊，咁而去到台灣啦，據我所知就收中華電信 4G。如果升級 5G 啦，都記得下面留言啦，就同我 update 翻啦。好，咁跟住啦，介紹埋其他嘅重點啦。開卡啦就包咗2000分鐘嘅香港本地通話啦，另外都支援翻 VoLTE 同埋漫遊通話服務嘅。咁收費啦，大家就睇翻佢嘅官網啦。除此之外，都支援網上自助 MNP 攜號轉台，可以喺第二個台大 number 轉過嚟嘅。咁如果本身用緊實體 SIM 啦，又或者買咗實體 SIM 嘅話，都可以俾28蚊轉做 eSIM。但係日後轉翻做實體 SIM 呢，就需要收翻48蚊嘅手續費。咁所以建議大家轉換之前啦，就考慮清楚啦。咁最尾啦個壞消息要同大家分享翻嘅，咁過往呢張3國際萬能卡啦，就提供內地富豪即係1卡2號嘅增值服務啊，但喺舊年年尾開始啦，已經暫停新申請。咁所以如果為咗內地富豪先至買呢張卡呢，就記得唔好買啦。第4張年卡就係嚟自 Smart 通嘅 Fairly 中港澳年卡。講起 Fairly 啦，通常大家就聯想到本地年卡。其實呢張中港年卡啦都存在一段時間，只不過相對低調啫。咁之前條片啦就同大家分享咗噶啦。咁嚟到2026年有啲乜嘢 update？ 就係數據用量有升級到嘅。咁照舊啦，包咗全年365日嘅電信服務啦，但係用量啦就過往嘅8GB 加3GB 啦，變成咗8GB 加8GB啊 ，total 啦就全年16GB 嘅中港澳數據，咁平均每個月啦都係超過1GB俾你去使嘅。咁而網絡方面啦就行緊 4G 嘅全速數據，香港人就用 Smart 通嘅 4G 網，咁大家都可以參考翻過往嘅測速報告。而去到內地啦就中國移動同埋中國聯通雙網絡嘅，而澳門啦就用到 CTM 噶啦。咁另外啦，都分享埋其餘嘅特色啦。咁正如其他Fairly本地年卡啦，就支援網上自助 MNP 攜號轉台，而且都係非常之罕見嘅年卡，可以做到免費嘅全年飛線服務啦，同埋免費全年嘅留言信箱。咁所以假如大家係需要飛線同埋留言信箱，呢張卡就係你嘅不二之選啦。
不如換個角度睇 MVNO 嘅出品，今集啦就揾嚟咗 More Mobile 同埋舊年冇介紹到嘅 Lucky SIM， 一共3款產品。首先啦有 More Mobile 中港澳台 5G 連卡，買嘅時候啦就認住佢個橙色封面啦，就包咗全年30GB 中港澳台共享數據，咁用量啦都相對充裕啲，而且不設分類啦，都方便過剛才嘅 HK Mobile 同埋三國際萬能卡啊。而通話用量就包咗2000分鐘全年嘅香港本地通話，支援 VoLTE 同埋 Voice over WiFi。而去到網絡啦，喺香港呢就租用 CSL 嘅 5G 網絡嚟提供服務啦，而澳門就用 CTM 5G， 大陸就中國聯通 5G 啊，台灣呢就用中華電信 5G。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呢？下一間電信商就係 Lucky SIM。開始介紹之前，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目前 Lucky SIM 啦有2個品牌，但當中嘅詳情就好唔同嘅。首先啦，就今集介紹嘅 Lucky SIM 啦，佢就只能夠用到 4G 網絡，但係就支援通話服務啊。但係另一個品牌叫做 Lucky 2呢，佢雖然能夠用到更加快嘅 5G， 但係就完全唔支援通話服務啦，所以都唔符合今集嘅選卡要求。咁而今集啦，就同大家揾嚟咗2張 Lucky SIM 嘅中港澳台連卡啊，就認住個淺藍色封面啦。第一張就係左手邊啦，包咗全年15GB 嘅中港澳台數據，而右手邊就有更加多嘅60GB啊，除翻開平均每個月有成5GB 咁多噶。咁呢2張卡啦，就只能夠用到 4G 網絡嚟提供服務，喺香港啦就租用 CSL 嘅 4G， 而去到大陸就能夠用到中國聯通啦，同埋中國電信。澳門呢就係用 CTM 嘅。咁呢2張卡啦都包咗2000分鐘香港本地通話，只不過佢哋都唔支援漫遊通話，所以如果需要漫遊通話服務嘅話，就唔好考慮 Lucky SIM 啦。咁最尾啦，佢哋都支援香港嘅 VoLTE 嘅。講到度有件事一定要提醒翻大家，相信啦好多現有 Lucky SIM 又或者曾經用過 Lucky SIM 嘅用家都唔知道嘅。咁根據啦 Lucky SIM 嘅官網，呢2款嘅中港澳台連卡啦，原來係有限度速嘅。咁呢度啦就同大家分享翻當中嘅詳情啦。原來佢嘅漫遊數據呢，限速最高42 Mbps， 去唔講呢我都唔知嘅。而香港啦就限速最高100 Mbps， 如果大家介意嘅話咧，就記得三思而後行啦。而上載速度就鎖得更加手緊啦，可以話係一大缺點之一啦。無論漫遊定係本地數據，原來上載最高咧都限咗5 Mbps 嘅啫。最後一間電信商中國移動香港 CMHK， 今集有個壞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就鴨寮街嘅大中華數據連卡已經係舊年下半年落架噶啦。咁就算市面上仲有得賣啦，都係剩翻嘅貨尾，欲購從速啊。咁取而代之啦，就有張紅色封面嘅內地同埋澳門連卡，但係由於冇包含到香港本地數據，所以啦就未能夠入選今集嘅香港連卡精選啦。好，咁最尾有張中國移動香港嘅親生仔連卡可以同大家講翻啦，雖然啦就冇提供到本地同埋漫遊通話功能啊，理論上呢就唔能夠入選今集，但我都唔想中國移動香港係完全失咗蹤嘅，咁想勉強啦俾佢入閘啦。呢張卡啦就叫做 5G 大灣區365日數據卡，就包咗全年25GB中港澳嘅數據用量啦，而且支援 5G 網絡，喺香港啦就用到好快嘅中國移動香港 5G 嘅。咁最尾個好消息要同大家講翻啦，就係中國移動香港啦，包括MySIM在內啊，就可以轉做 eSIM。雖然啦就冇提供到 eSIM 版新卡，但係買咗實體 SIM 嘅話啦，都可以去翻中移動個 app 啦，俾10蚊雞就能夠轉做 eSIM。咁唔清楚朋友啦，就可以睇翻之前一條片啦，就同大家講咗中國移動香港儲值卡點樣轉做 eSIM， 入面啦都好詳細嘅教學同埋說明噶啦。但係藉此機會都補充翻啦，免費轉做 eSIM 優惠已經完結咗啊，依家需要收費就每次10蚊雞噶啦。好嘢，今集分享大功告成啊！一輪嘴就同大家介紹咗8張啦，包含中港澳數據嘅連卡產品啦，而且都涵蓋咗好多唔同嘅電信商，入面有 4G 啊，有 5G， 有限速都有全速啊，甚至同大家分享咗提供 eSIM 嘅產品啦，希望啦可以幫到大家手啦，尤其是經常穿梭中港澳3地，咁都好希望啦今集係可以幫到你嘅。咁最尾啦就一如以往準備咗個懶人
包啊。如果大家需要全速數據嘅話，就可以考慮翻 CSL 啦、Fairgig、More Mobile 同埋中國移動香港嘅。咁大家記住啦 ，HK Mobile 3萬能啊，同埋 Lucky SIM 就係有限度速啦。同埋如果大家需要埋台灣嘅數據，就可以考慮 HK Mobile 3國際萬卡啦、More 同埋 Lucky 嘅。咁而至於免費飛線啦，同埋留言信箱，依然啦就 Fairgig 年卡一枝獨秀，冇人能夠同佢爭鋒噶啦。咁同埋如果大家需要全年免費嘅 WiFi 熱點服務，就考慮翻 CSL 嘅親生仔啦，同埋 HK Mobile 嘅年卡啦。咁最後講到 eSIM 呢 HK Mobile 同埋3國際萬能卡啦，就會提供 eSIM 版新卡，同埋將現有實體卡啦轉做 eSIM 嘅。但係大家都留意翻啦，每次轉 eSIM 嘅收費。而中國移動香港啦，雖然冇 eSIM 版新卡，但好似剛才講過啦，咁就係可以將實體卡俾10蚊雞轉做 eSIM 噶。咁有需要啦，就 hold 住度慢慢睇，慢慢研究翻啦。今集分享大功告成啊，正式開啟咗香港年卡精選2026嘅系列啦，好開心啦！呢個系列已經做咗幾年，都係 Man Home Tech 啦同 MH Telecom 一個非常之受歡迎啦而長青嘅系列，希望啦嚟緊都可以繼續做落去。當然啦，都多得大家捧場喺度啦，都再一次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用過剛才嘅中港澳年卡？都好歡迎下面留言啦，同大家分享翻你嘅用後感啦，同埋你嘅意見啦。咁無可否認嘅呢啲卡嘅數據用量，相比起香港嘅本地年卡啦，就比較少啊。咁所以經常穿梭大陸啊、澳門嘅朋友啦，就可能覺得唔夠用。其實講到底啦，如果個用量比較多嘅話啦，都可能係上翻台揀翻啲幾地共享數據 plan 啦，就會比較划算啲同埋方便啲嘅。好啦，咁最尾希望大家幫手啦，like 翻條片，訂閱翻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喺度再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Home Tech 嘅支持啦。另外都藉此機會啊，分享埋網店 Anlander 嘅優惠碼，咁如果大家需要買年卡啊或者其他儲值卡產品啦，都可以 Anlander 用翻我哋嘅 discount code 啦。